Hello， 我叫 Stanley。我哋場館營運團隊嘅職責係做好場內外保安、人流同車輛管制以及交通安排。呢一樣就好靠經驗同埋完善嘅規劃。以每年都會喺亞博館舉行嘅世界最大型珠寶展為例，展品入場嘅時候，我哋利用先進嘅車輛管理系統同埋位於人工島嘅博覽館調度區，控制數以百計嘅貨車，包括押運車、重型貨車及貨櫃車。至於展覽期間所展示價值上億嘅鑽石同埋稀有貴寶，價值連城嘅財物都係用我哋多個巨型嘅保險庫為參展商保管。其實都幾似一個將軍要負責排兵布陣，咁當然唔少得安排埋專業訓練過嘅保安同事，荷槍實彈喺每個主要通道24小時當值啦。活動期間，控制室就係司令部，我哋隨時調配600個軍裝及便裝保安精英，不分晝夜走勻70萬尺場地，以靈敏觸覺配合嚴密嘅警報同4K 高清監控系統，珠寶大道都逃唔過我哋法眼。一個每日超過1萬人嘅活動，確保車輛同人流順暢同樣重要。除咗館內協調，我哋仲會同警方、機場管理局同埋主辦單位合作，預先規劃出入路線，方便世界各地嘅買家以唔同交通工具輕鬆來往亞博館。嚟緊9月香港珠寶首飾展覽會再度回歸，我哋一定會緊守崗位，務求令每一位業內人士都可以 carefree 搜羅珍品。無論show前show後，我哋都會做好場內外人流同車輛嘅管制。